奧運聖火珠穆朗瑪峰登山隊喺朝早大約7點10分已經攀登到近峰頂嘅位置。佢哋喺凌晨2點由位於海拔8300米嘅突擊營出發，喺清晨5點10分到達海拔8700米嘅第二台階。第二台階嘅峭壁岩壁高8米，近乎90度垂直，以險要見稱。登山隊伍之後帶住聖火向海拔8844米嘅珠峰峰頂進發。登山隊最後選出19個人，包括12個突擊隊員同7個支援組員，執行登頂任務。突擊隊由中國西藏登山學校尼瑪次仁校長擔任隊長。登山隊係喺星期一離開位於海拔5300米嘅大本營，沿傳統嘅北坡攀登路線，經前進營等4個營地，喺星期三抵達突擊營。有線電視記者陳家珍報導。